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咱台南市呢，将要进行这个里龄的调整哦，也就是里甲龄呢要来调整啊，所以呢，到时阵吼，这个里呢会减少100外个，啊龄呢减成5000外个吼，所以呢，这也加减会引起一寡声音啦。啊，而且即摆呢，议会定期大会吼，伫咧即阵，所以嘛变做即阵的焦点。啊，但是到底呢，咱的即个里龄调整哦，里龄调整呢，到底为什么要来做？啊，而且呢，伊进行了后，会对咱台南市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咱今仔日呢，邀请到市府相关单位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互咱的市民朋友来清楚做一个了解，因为可能搁做一个咱市民朋友吼，还搁无啥知影讲吼，到底为什么要来调整啊？调整了后吼，对家己的权益啊，搁咱台南市造成什么款的影响？和咱即马就来介绍今仔日到咱节目当中的贵宾。咱首先要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民政局长陈忠燕陈局长。咱市民心声所有听众观众朋友，跟咱主持人小琴，大家好。好。和咱这线呢来欢迎的哈，是咱台南市监护民政局的区里行政科长陈文琪陈科长。主持人好，咱台南的市民大家好。好，继续呢，咱为大家邀请的是咱的中西区长陈胜男陈区长。主持人你好，咱台南市大家好，朋友大家好。好，来还有一位是咱北区的区长李黄新李区长，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咱这波一开始吼，咱就直接切入重点啦吼。局长，为什么咱台南市要来进行这个里龄整编呢？是，其实咱台南市进行这个里龄整编这个这规个计划啦吼，应该讲按18年咱合并升格迄当开始，咱就开始爱面对吼。因为咱18年咱就看到城市合并了后，其实咱有都市化甲这个乡村化的这个落差，所以咱18年开始着手定我们里龄调整的办法，所以1801年的时阵完成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内底，咱甲分做里的部分有分做4种的标准，龄的部分有分做3种的标准。我等后边来讲吼。这4种标准就是因应都市化，甲有乡村化的这个状况，所以会当互咱这个城市。经过这个调整了后，咱的里有都市化的形态，有乡村化的形态。咱按18年咱看到吼，其实咱为着咱这个城市的发展的需要，其实咱嘛不是讲先按里甲邻这个部分先来做，其实按市府家己本身市政府这个机关，其实咱就看到讲城市这发展，咱嘛有需要爱进步，所以咱第一步是先做咱区公所。所有人力的调整，所以先做过区公所的人力重新调整过一次。咱后边了，咱的财政处跟税务局合并，我们也做了一次的精简，让它这个合并完的财税局，它会当符合这个城市需要。咱今年呢嘛完成户政事务所按37个户所变做18个户所。讲行政机关啥咱来做调整，是因为。咱需要和这个城市及未来更较侪发展的空间，譬如讲，咱未来咱台南市有要做捷运，所以交通局有可能爱需要捷运处捷运局，爱有新增的机关，所以你爱先按旧的机关家己先做检讨，才有新的机关。里龄的部分的概念嘛是安尼，咱按18年开始，咱看到里龄之间的落差很大，为里做大里，为邻做细里。嘛无符合都市化内底，也是乡村化的这种形态。那么是6都内底，咱是平均服务里也好，邻也好，上少的。咱人口上少，咱189，将近189万左右，未到189万吼。咱是里上济，区嘛上济，邻嘛上济。咱进县市是有752里。未调整的进程，咱有752里，14730人，所以咱拢是6都内底，咱占上济的部分。所以其实嘛，按18档开始，不管是里长汇报、区里座谈，还是议会内底议员、里长，其实拢有陆续去建议，因嘛毋茫讲咱应该爱去做。这个建议的方案嘛，将近有100遍以上啊。就讲一无共款的场合内底，咱的议员、咱的里长，拢有提出安尼的建议。因家己嘛有看到讲，咱这个城市里甲邻的部分有必要。等等这个因素，咱拢
我拄则讲这几项，咱拢有啊，所以咱是一开始这个理念的这个调整的办法，咱是依照很主席地方制度法第7条的授权，由咱台南市政府来做，因为这是行政权的部分。所以，阮根据安尼呢，嘛是这几档内底，其实拢收集相关的资料，嘛做好准备。所以，咱是去年咱个向市长提出这个规个要检讨的这个方案，吼。所以伫这个干部内底，咱嘛有提出无共款吼，比如讲要专门检讨，也是要甲针对较极大数还是极小数的这个部分来做。但是规个干部了后，咱发觉讲，咱无专门来做调整袂当。所以咱开始是今年年初开始推动这个方案开始啦，吼。所以第一我要强调讲，因为这个城市要发展，咱有必要安尼做。第二，讲咱嘛有根据这个法律的授权，由咱市政府的这个来执行，吼。第三个是讲，咱嘛详细做完调查分析，开始来做推动，唔是讲雄要做。大家嘛社会有会关心讲，是安那无爱按区开始做？其实咱嘛原底嘛唔忙讲区、里、人3个部分拢做一遍来完成。但是区的部分因为有受到法律的限制，区要做必须爱这个行政区域划分法爱通过。但是这个行政区域划分法，咱按100天开始做准备的时阵，咱嘛不断甲行政院甲立法院来拜托讲，较紧来审这个法案，会当较紧通过，互咱会当来进行区里人的部分做一遍来完成。但是真遗憾啊，吼，行政区域划分法竟然个迟在立法院还没有审查。对，所以阮无法度因为咱这个城市大家也知吼，咱足侪新的重划区，咱即摆拢在进行，所以这个重划区必然未来里有需要去增加，人嘛爱需要增加，因为既然是新的重划区，伊个会增加新的人口出来。所以咱无可能按很主席的752里去增加起哩，变753里，变760里，无可能嘛。咱已经是上济14730人，咱嘛无可能去按遮去一直增加起哩。咱一定要有一个调整，拄则我讲台南市政府面对未来这个城市发展的需要，行政机关家己嘛做一个检讨，安尼较有法度是未来市府要去增加新的机关的时阵，较有法度来增加。你甲人嘛是共款的概念，咱嘛是爱家己先做一个检讨了后，咱较有法度因应城市未来分布甲发展来做一个适当的来增加，还是调整，安尼开始。所以这个是咱现在这边来推动里邻整边的这个部分。是，咱感谢局长有甲咱说明吼，为什么呢？台南市政府要来大力推动这个里邻整编呐吼。那在科长的部分吼，拄则局长有讲到啊，因为咱伫5都内底，吼，可能咱就是讲里长甲邻长服务的人数算是吼，服务的户数人数算上少的。这样有没有一个数据？然后另外就是讲，咱台南市有一寡人，伊竟然比咱的里搁迄个吼，搁较侪人对不？有这个情形嘛？所以这个数据是不是也请你跟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说明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看板里面所显示的哈，其实在台南市今麦的人口数是将近要到拄啊，局长讲的189万哈，188万，底要到189万，但是里长的平均伊的户数竟然907个，是伫6都内底咱会使看到的，是上少的。林长的平均的服务户数其实竟然46户，嘛是伫6都内底算是上少的。对，好，所以基本上阮是真正是为着咱城市的发展，以及就是讲咱里长甲咱邻长有一个服务上的平均能量的平均，咱来做这个调整。另外，头拄主持人有讲到讲，咱调整前上大的人甲上大的人甲上细的里吼，我伫遮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咱伫调整前吼，咱善化区的小型里第11个人吼，11人吼，伊的户数是1289户，但是伊的人口数是2808。伫安南区的东河里的第7个人吼，伊的户数是1037户，但是伊的人口数是2358个人。但是相对咱搁来看转来，咱台南市上少的里，伫龙家中坑里，伊是76户，76户，157个人。伫左店二寮，伊是99户，208个人。
咱会讲为虾米你看的是山区，咱搁来看咸水区。咸水区菜鸟里，伊的户数惊115个人，伊的人口数较251个人。相对咱安尼来比较起来，其实伊的增差已经是18倍，所以等于讲，你林长的服务已经比里长的服务可能爱增加18倍了。所以这是明显，伊的服务能量已经无到平均的部分。对，所以吼，这嘛是咱吼要来进行这个里林哦整编的主要原因之一啦吼。好，那局长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民众已经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进行整编？那现在整编的办法是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呢？好，我拄则陈科长嘛有提起啦吼，咱迄林是你的下底，咱拄则有听到伊讲的数字。吼，迄林看你大林，对，结果较大林啦，吼，较细林，吼，大家人家个会当看得出讲，迄落差是足大吼。所以我拄则有讲，咱嘛爱诚实来面对咱即个城市，咱合并了后，确实有都市化的所在，嘛有乡村化的地方，咱一定要维持因的特色。所以咱是开始的即个办法内底，咱就定出讲，里有4种的标准，林有3种的标准，里这有2种标准，就是。是都市内底，好头前这2项，这就是都市的标准。因为第一项就是讲透天迄个集合式大楼啊，足济，咱就用第一个标准。第一标准是你要念互大家知影。1500户到3500户，这大楼足济的所在。咱若一般都市化透天为主的话，咱就是1000户到2500户。咱是偏乡的部分，如果伊也交通较便利，但是伊人口较分散，安尼就600户到1500户。另外一种就是非常偏远，拢做分散，各方面拢无好，安尼咱就用200户来做吼。当然，咱这是一个大家会当看到说，这4种的标准，安尼做落了后，开始符合咱这个城市。吼，咱按今年的年初做决定了，去年年底甲市长做完简报。咱决定要全面调整了后，今年年初开始，其实阮决定就甲所有37个区公所办过几啊场的讲习，咱毋忙啥，因为公所爱做清楚才会工课，标准是啥，原则是啥，因爱一清二楚，而且37个行政区，咱即摆区长拢是官派，所以因无任何选举的压力，吼，所以因拢袂，所以咱特别嘛交代咱所有的37区的区公所。拢是恁拢是国家的公务员，所以咱就照这个标准来进行，嘛唔免去受到任何的压力的情形之下来进行吼。所以咱经过几场的讲习，互咱所有的公所的同仁按承办、科长、主笔、区长，每一个人拢爱做清楚，安尼办理了后，那个人呢嘛成立工作小组，针对几个行政区有一个小组来做辅导。咱是4月份开始交付完成讲习了后，开始交予区公所开始进行检讨。所以因会先各区的区公所呢，会先研拟出方案，开始甲找里长来沟通，找里长来甲因说明，讲即摆按照标准咱要安怎来做，在这个过程内底，如果有各方面的声音，其实议员也好，里长也好，其实是这段时间拢不是拢会拍电话给阮，也是找阮吼，包括我也好，科长也好，也是咱各区的区长，其实拢有，咱嘛拢会将这意见佮加入来做伙来做讨论，就阮原来的方案，佮议员也是里长各界所提出的这个意见，阮佮来做比较看卖。对这种的方案是较好的，其实咱拢有经过安尼的过程，所以这个时间按4月份一直做到差不多是8月份左右，阮甲所有37区做出来成果汇整，做一个检讨。这段时间阮的工作小组拢会去各区来做辅导吼，所以阮是9月份阮完成这个定数。照咱这个台南市里林调整的办法，咱送予市府核定，完成这个定数吼。接续了后，阮个包括后续的处理，阮会是今年年底12月24进行完成公告，完成公告，完成公告了后，阮会是明年开始来实施，会分2个阶段来实施。上重要是大家拢会关心讲，因为有调整了后。安尼因的身份证要安怎，还是讲因的资料要安怎吼？其实咱嘛会考虑到里面
市民伊的便利性甲伊的问题吼。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不采取主动更换身份证，那我们会协助民众做相关的行政协助啦吼。然后伊的这个资料有这变动呢，我们会主动去通知相关的机关跟单位。好，那民众的身份证呢，因为未来身份证都有可能去做更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所以我会以这个身份证顶管帮大家连贴新的住址。那在明年的选举的时候，我会特别要求这个选务中心各选委会、甲选举投开票所的同仁会特别去注意这些事项。好，也提醒民众你的住址你有变动。还是讲你的投开票所有异动我们这个都会去特别去注意到，来提醒民众。那也希望民众不要去影响到他自身的权益所以规个里的调整的部分，咱是今年年底完成公告，明年来做实施。好，那刚局长你讲到有就是在里的部分，那里的部分它的一个调整的原则，关键是什么耶？里的部分就是3种的标准，那个是叫人口密集区有60户到150户，是人口分散者40户到80户，是山地交通不便利的20到50户，因为邻的部分一大楼，有可能一栋大楼就是1户嘛，一个邻因为伊可能个已经有200-300户所以可能安尼来交，所以阮有邻的部分有3种的标准来进行这个分类，所以这本咱完成的部分大概针对邻的部分，咱就用这3个标准来进行。是。哇，所以都讲科长、都讲那个局长也有谈到啦就是说可能在身份证的部分帮咱的民众改更改的地址先做一个粘贴嘛，其他有影响的，但是有包括讲去这个民众因到厝内这个门牌。这个部分是唔影响，这个部分你敢咱补充来给咱的市民说明一下。好，基本上身份证加户口名簿，这拢阮会伫身份证后壁做注记。是。那门牌部分其实有的门牌是无包括人，还是你。咱有足侪门牌是无包括人，还是你。尤其咱的通讯足少会写着人甲你。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对民众无足大的影响。所以如果准讲后摆咱做理念调整了，如果民众伊准讲有需要去换门牌，咱嘛会使来咱的户政事务所这边拢嘛做这个服务。准讲有需要要换着身份证，因为行政区的调整，伊要来申请换身份证，安尼嘛会使唔免打相片，也是唔免收咱的规费，咱嘛是会做这种服务。但是要答咱的市民讲的，就是讲你的身份证、你的户口名簿，你也无换，嘛是有效使用嘛是会当使用，并无影响到，这是爱答咱的迄个特别讲好清楚所以其实不管是身份证、户口名簿，还是咱的门牌、铁牌，其实伫这个理念这边对咱的民众的影响是足加无造成足大的影响。是好，咱感谢科长甲咱做说明好，安尼即马咱知影了后呢，就是讲咱即改这个理念的简编嘛咱知影讲理大变做讲，你改整编之后少了100多个，然后零少更多5000多个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也是请局长来甲大家说明？是咱这边经过37区阮所有的区长甲公所的同仁因拢针对每一区的特色甲伊的每一区的这个情形无共款照咱这个标准甲原则来去进行调整了后，咱按752例会变做649例按14730人变做9660人所以你的部分总数净减少是103例啦，实际上是减掉113例，但是有增加10例。人的部分总共是减少5000几人啦，咱按14000多人变做9660人，这是一个足大的确实是一个足大的改变但是我拄则有提起，咱即摆总共规个台南市这个城市有9个。重会区正在进行中，所以这个9个重会区其实未来会产生的这9个重会区内底会产生的这个人口数有将近要10万的人口数，所以必然是这新的重会区内底伊爱等待有新的你甲人来等待。个如同我拄则提起讲，咱的行政机关，阮台南市政府未来要服务咱
这个城市要互伊更较进步，所以阮的组织爱做调整，靠法度因应新的组织。那你甲人嘛同款，咱这个城市内底足侪新的重要所在，互咱这个城市会讲愈来愈进步。那我个爱先做你甲人的调整了后，去空出来的部分，靠法度过来因应新的你甲人的需要吼。所以这是咱是安咱一定爱较紧来做。咱若无做，咱无法度去面对咱这新的重要区的这个发展吼。咱遮我相信咱台南市这几年来，其实大家拢会感受到。城市是不断去进步的啦，咱要互咱这个城市进步，咱就必须爱做一寡改革的工作来做。对，而且这样子的话，好像可以节省很多的经费嘛，一年大概是差不多多少？因为咱一位里长啦，吼，一位里长，咱一年差不多一个里长的编列的预算将近60万。60万。一个邻长是将近3万。吼，咱会当看到吼，咱按里长的部分呢减掉103，邻长的部分减掉5000外，所以从这个预算上，我们估算将近快2亿的预算。当然，咱做这本的里邻的经费预算的减少，这是附带的价值啦，对，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啦。咱主要目的是希望讲透过调整了后，互咱的城市有发展的新的空间会当产生。同时咱嘛当做到预算的节省的部分吼。我相信阮是这几年来，其实嘛面对议会里长，不断去甲阮要求讲，邻长爱个即个车马补助费，咱嘛是6都内底唯一坚持无编列。唯一无编列的情形差偌济，我讲一个数字吼，因为6都内底甲咱台南市无编，其他城市上少拢2000，甚至有的所在一个月和邻长4000块的车马补助费，咱用上少的2000来算就好，咱即摆14730个邻长，咱台南市如果编列一个邻长一个月2000块的车马补助费，安尼一年爱3亿5千万。4档就是4档就是14亿，4档就是14亿。所以大家看吼，如果咱也无坚持这个原则，共款甲其他5都共款拢分出去，其实这14亿就4档来个安尼无去啦。但是咱无坚持无编无发这条钱，咱甲这14亿欠落来。其实做咱相关的福利的这个措施，包括我们的长者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然后我们小朋友的幼托的补助等等的费用，就是可以从这个节省的费用里面去支付。是好，谢谢局长哈。那科长要请教你哈，等于讲咱里邻减编了后，有倒几个区是差较济，伊就是讲吼求少减少较济啊。减上济里的应该是伫中西区，应该是伫中西区。中西区啦，吼北区啊，佮有迄个关庙这个部分嘛，拢减足济啦，吼，减的数量比较较济。关庙的部分大概减2个里，嘛，关庙是减2个里。是。其实是，阮主要毋是目的，毋是讲你每一个区你必须要减偌济里落来。阮并无安尼设定。是。阮只是讲爱依照标准。依照标准，就是头拄仔咱局长讲的迄个户数的标准，咱来做有一个标准了，我们才会咱个加上咱，因为咱是要因地制宜，爱长治久安，这是咱最大的一个目的。对，所以咱是用安尼的标准，和各区来判断，因应该要用倒一个太阳来做一个调整。所以是安尼来做调整落来，唔是讲限制讲你每一个区你爱结成几个率落来，没有这种做法。对，主要是你爱真正实地、公平、公正、务实去了解地方，针对地方的户数、人数、服务的能量，咱去做一个计划，做一个规划。是，所以是有一个标准的啦，是讲限制到一区几里安尼，唔是安尼啦。无做这个限制。对，所以就是因地制宜之后，来来检讨，结果出来了变做中西区吼，要请教区长。中西区的部分算是即届吼，咱的里邻减编了后呢，减少了18里吼，算是内面上济。我安尼请教一下咱的区长啦吼，就是讲安尼减少的话，你敢有听到什么款的声音？对啊，主持人啊，要听什么款声音以前，我就是刚来说明阮中西区为什么调整这大的原因。嘿，为什么会变成？你看，阮中西区这是38里、749里，然后调整了是20里，394人啦。是。
中西区为什么来调整遮济？因为中区交迄个社区伫92年捌咧合并过，捌调整过，但是迄阵的基准是即个600户来做一个基准啦。中西区这是目前啦，目前我伫以阮中西区的太阳，阮中西区是6.2平方公里，是整个台南市里面的面积是最小的区。最小区啦，就是调这个邻近啦，调这个上盖有指标性的安平来讲的话，它是11公里多嘛，那平均11公里平方公里多。然后我中西区内面，目前的这个户数是3万，安平是2.5万，但是阮中西区目前是38里，安平15里。18里的时，即阮一里内面的平均的户数，如果那是800户左右。扣掉西湖交西园，扣西湖，大概得700左右啦，700左右。所以讲，因为就是这个原因了，就是讲，因为咱里的范围非常小，非常小。然后里的范围非常小的时候，你无，阮今咱不是要做一个合并，我们是做一个整编，是我们是全体的考量做一个整编。如果里内面你把它整编出来的时候，然后适中以主要的这锅的话，它以后的发展性，它是可以那个期待的啦，期待的，这是一个部分啦，第二个部分呢是中西区现在，因为它在市中心里面面临到很多问题啦，我顺便跟各位跟各位这个报告一下。中西区内面这个部分有这个有颜色的部分是是目前里的部分啦，我先来分2个区块来讲，这是西门路以西，西门以西来开做说明的，面临到什么问题你知道吗？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你这样是像你保安路，保安路就是一个保安路，然后保安里跟园南里，它是把它整个把它那个什么切开来，切掉，是按照这个原因，因为这个是东西是你整边的时候户数不足，为了要保留这个力，然后它整个把它切开过来。可是就这个对地方上得到发展本身就是有影响的，像这个民主跟保安这边也是一样。还有最大的特色是大良里，大良里旁边就是运河，然后只是说运河以东还是大良里，可是它服务的范围里面是不确定的东西，所以我们整个利用这个机会把它整个把它切开来，把它切开来。因为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是有蛮大的争议的，这个是我们在整体规划设计整体规划里面，就是说林统跟万昌里面。它的里界既然是一个巷弄，非常小的那个什么巷弄，然后造成一些整体或者说要发展那个什么社造的时候，变成是说慢慢这个是一个里，那个里也是，所以在整合上也是有一点困难比如说台南大学这边，整个宿舍区里面，还是整个把它切开作为2里。所以说非常的在管理上，包括登革的预防种种方面管理上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说我们是基于这个原则的时候，然后在调整的时候，当然是有一个基本原则，一定要保持这基本原则，就是1000户，1000户以上。所以讲，阮来调整了的时候，阮中西区调整前的户数大概700几，调整以后所有每一里的平均的户数大概达到1500左右，1500左右啦当然啦嘛是有真济这个中国顶关心讲，是安怎咱袂当过来保留较济里，因为这讲实在，迄种里长服务咱里民因的理念，包括因的他们的。当然，这个成分是相当的感动啦但是在调整的过程里面，在调整过程里面，我们这是几乎是用里的方式的一个区块，然后请那个里长过来这边，大家把整个那个一个说明当然，那个里长有一个，譬如说违规里长，因为讲我敢会使减1里。一定要3里合作伙嘛，减1里。当然，那是因的心声，但是我们都予以那种尊重。可是我们是把持一个大原则，都是说你来调整一定要1000户以上。所以说，我们中区区整个调整每一个里，通通是1000户以上。这样子我们把持一个大原则。如果我们这个大原则我们没有把握住800、900，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整合。而且调整里不是。里跟里之间的问题是整个区的整体的规划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中医区当然是秉持这个大原则来做一个调整。对哦，咱中西区的部分，啥还讲哇，还减这18里啦吼，啊，这嘛是有这个原因伫的。啊，伫北区的部分，咱知影讲有增加3里，吼啊，但是呢，嘛是搁减了13里。啊，这个部分咱请李黄新区长甲咱说明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吼。北区这样目前的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哦，那目前有43里。那咱的人口数13万人，哦啊，因为北区吼一部分有旧部落，啊一部分有新的中华区，啊所以咱即摆看这张地图就知影吼，伫咱西门路以西这边是新的中华区，所以未来伊会继续咧发展。啊，伫西门路以东这边，咱就看到讲真侪理解是真零碎、无完整的，啊这个较早过去旧部落中华了后，佫需要佫再中华。那第二个部分呢，咱再来看这条就是林心路，因为北区一直咧发展，除了旧部落无发展以外，除了旧部落以外，还佫有真侪空地爱佫开发。啊，像这林心路新开出来40米的道路，啊，大家敢知影？这两边拢是同一个里。啊，所以未来民众咧接受服务的时阵是真无方便。那里长要来服务这个里民嘛，真无方便。啊，所以咱这边就透过这边的机会吼，拢来做一遍调整。像这就是伫公园南路顶面，这拢是40米的道路。啊，所以咱这边的调整必须要除了考量到伊的户数未来发展性，还佫考虑到讲咱这段时间来，咱的理解调整了，有一寡道路开过去。造成的这个里去互切割起来的部分，所以伫这边的调整，我拢统一做来做一个处理。那么伫咱局里，甲咱只是讲要开始来做一个规划的时阵，阮就召开较大型的4处的迄个说明会，一边是针对全部的里长，啊了针对咱北区东线、中线、西线的所有里长，佫出来佫开一遍会，了针对这4遍的会，里长提出来问题，阮亲身去会勘。啊，亲身去做沟通，嘛沟通7遍。了后，这段时间陆陆续续有里长、议员来反映的，拢总包含我主笔的、科长敲电的，也是亲身去现场甲伊沟通，有37遍。那里干事针对咱这边人的调整，去找里长来讲的，有200几遍的这个次数。啊，遮尔啊侪迄个沟通的次数来讲，上界主要就是要互里长。交咱的人长认同咱这边理念调整的必要性。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讲，透过安尼沟通的过程当中，咱画一个上界属实适合咱这个都市发展的一个规划的理念整编。所以整编了后，咱即摆就变做剩33里啊557人，整编了就参像咱即摆这个地图同款，咱做一个较适当的面积也好，人口数也好，做一个调整。啊，这对咱都市未来发展，尤其对北区。伊有兼旧部落，佮有兼一个新兴的迄个发展的中华区来讲，这较是符合着北区未来发展的一个规划方式。所以伫咧遮，身为咱市政府的一员，咱当然知影讲，即个理念整编的一个必要性。但是咱嘛望讲，会使照咱的规划时间来做一个调整，因为即个都市的发展袂当佮等落去啊。对。好，那要请教局长啦，吼，等于讲，咱知影讲即届吼要来推行咱这个理念的这个整编嘛，吼，那我们依据的是这个地方制度法。啊，你拄则一开始嘛有讲到吼，我们这个行政区域划分法，即马个倒伫个立法院无法度。啊，未来若是讲这个行政区域划分法伊也来通过了后，那我们到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再进行另外一次的一个整编？其实咱的规个结构是邻里。区嘛，基层的是里嘛，啊，它里上面是里嘛，里的顶管开始行政，就是咱的37个行政区嘛。咱经过这边里甲里调整完，其实未来行政区啊需要做调整的时阵，是区甲区的调整尔，所以袂去佮紧当着里甲里，因为里甲里的部分咱已经是这边拢完成啊。是安怎讲？我拄则讲，咱里有4个标准来去进行。啊，邻的部分有3种标准。其实咱不只是叫咱硬邦邦的那4个标准跟3个标准而已，嘛不是安尼。因为我拄则有讲，咱爱因地制宜。啊，拄则咱嘛听2位区长，其实中西区的情形甲北区的情形，其实嘛拢无同款。所以其实依照咱里的4个标准甲邻3个标准，咱佫会经过因地制宜的这因素来去做考量，包括啥？
服务的范围、嘿嘿，地理的位置，包括地形、生活圈、地缘的文化，未来发展，包括人口的成长啊，门牌数、你的规模，甲未来进变是不是有整并的可能性？工业区开发案等等，包括街郭的完整性，拄则像北区来讲，因为北区、中西区其实拢有就街郭的完整性，因拢有共款的问题。因为一旧部落的部分，因为早期之画理的时阵，定定是用行啊，甚至是到弄来画出理界。即摆北区来讲，大条路其实拢几啊条，中西区嘛共款。所以咱若调整完，拄则北区咱李区长有提起林森路，遐尼大条的这个大条路，但是里呢横跨林森路的两边是同一个里。对这样的服务来讲，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北区就会依照这个街郭的完整性的原则来进行。那包括地域性，包括文化保存的因素，包括我们这个救灾的能量。像咱37个行政区内底，咱的海线、按北门、将军、七股等等，咱来考量因是海线的救灾的需要。咱是山区有土石流救灾的需要，所以咱嘛拢会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包括最后界限理整跟调整。画界线无清楚，咱会借这个机会做一个界线的调整。所以未来行政区域划分法也通过了后，是针对区的部分，因为咱里甲人，咱已经做好一个基础之下，咱做完这个基础以后，只要这个就很像这个。拼图，拼图我们已经把那个小的大原则跟把它都完成了，未来只要大的部分把它结合起来就好。所以咱安尼做了后，开始真正会当，和咱这个城市，拄则咱嘛有看到拄则中西区咱陈区长嘛有提起，较进前虽然92年的时阵中西区做过一份调整，但是迄个调整并不是真完整，所以咱也是这边嘛是赶快来做。对所以讲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不会未来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咱今麦有做在市民朋友伊可能对着讲，今麦定看到一寡议员比如讲安平区和南区，讲要迄个甲做伙选。所以就看来讲，安平区的议员即摆拢服务到南区去啊，南区的议员拢服务到安平区去啊所以做侪民众呢，伊会甲种即个选举的即个部分，看咱即个理念的整编搞混，这个部分是不是局长甲咱说明一下？借这个机会，甲咱的市民讲咱每年是就这个选举区的部分做调整，所以选举区有几个所在啦，市区加南区加安平区合作一个选举区，中西区加北区是一个选举区，但是伊行政区目前是无做调整。比如讲咱是新营迄边原地新营甲这个北河东山是两个无共款的选举区，因这样嘛合作会。对。所以我强调，行政区咱嘛是一个甲优完是37个行政区，只是每年的选举区有做一寡调整甲好评。因为这个选举区的调整主要是调整了后，咱拢会大部分的选举区拢会选出40以上的这个议员啦安尼有啥物好处？就是讲第一40的情形之下，我们会每一区拢会有一个女性的保障，单一性别的保障啦单一性别的保障。所以袂像即摆为选举区敢两性尔，两性的情形之下，其实大家知拢无法度对性别保障的部分，我想这是对政治的参与，也是政治的改革是一个好的部分啦所以这是选举区，并不是行政区的部分。行政区也要做调整，一定爱行政区域划分法通过了后，靠法度来做。是嘿，所以咱的市民朋友得当知影讲，这个选举区跟咱行政区这是无共的啦当然伊伫咧选的时阵，迄个部分是有合并啦是。对但是伫咱这个理念的整编这个部分得亲像咱今仔日节目咧探讨的安尼来进行这个调整啦所以呢，讲到咱这个调整我想科长你即阵啊，到面临做大压力，因为咱进前顶礼拜迄个咱的代理市长来参加阮节目的时候，又来讲到这个部分是今年要推动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但是伊讲呢，绝对会一直甲执行落去，对无？所以呢，这个部分你敢有听到什么款的声音？你要安怎来克服咧？其实关于调整的时阵，当然
上届辛苦的应该是伫公所这个部分，因为因直接是面对里长、面对邻长，一开始的时阵，爱去甲因沟通，做大的沟通，所以我们沟通的次数其实是足多的。过来就是因为阮局长是其实是阮最大的压力的靠山啦吼，因为做这问题我们会去跟局长做讨论，所以局长一开始都只是阮。其实爱成立工作小组，我们是用团队的方式去做这个经办。阮伫阮局内底，阮是成立3个团队去做辅导公所。那公所因本身嘛爱成立小组，因成立的小组，毋是干那因成立小组，因爱甲户政事务所的小组做伙纳进来。为什么？因为安尼对地方、对人、对户数，因较有法度专门做一个了解。所以，阮是用一个团队的方式。去做这个经办的作为，当然伫这个经办的过程，当然有足侪有的里长会来找阮，也是甲公所迄边讲的时阵，可能有拄着足侪困难。安尼情形的时阵，阮拢会带阮的团队，阮的团队有分区吼，这个区是对几个人来负责。阮就把这个团队带落去，甲地方、甲里长、甲邻长因做伙讲。你只要你有啥物问题讲出来，我嘛带你做简报，互你知影讲为什么要做安尼经办，经办的方式、原则伫倒，阮拢来讲互做清楚。其实阮伫即个做说明的中间，其实里长拢会，其实伊当然会为着伊的利、伊的所在，当然伊会尽力。但是因为这是市政府的政策，其实最后阮去沟通的时阵，也是会后的时阵。其实拢甲里长拢嘛是有一个足好的互动，所以其实我嘛足感谢里长伫这个方面甲邻长对阮的支持啦吼。虽然因有时讲话较大声，但是他们是真正的表达出他们的心声，但是伊嘛知影讲，阮做这是真正是对城市是有帮助的。所以其实伫阮探讨的过程中，其实大家拢是做理性的，做伙来探讨，所以。其实光没压力那是不可能的，还是有压力。我们回去就会一直在想，其实连续这几个月来，我们都是在加班的状况，因为我每当在一个所在容量唔对去，所以我们的公平性一定要很清楚。所以我们的同事当然他们很辛苦哦，他们都牺牲假日的假期，好在里面看公所的资料，一个一个帮他们核对，因为我们知道。地方去做有地方的一寡思想吼，一寡情感伫内底，所以阮一定拢会帮他们也做最后的一个把关。我的压力就全部就丢给局长来请。但是局长也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啦哈。局长完全就是让我们真正秉持着这些调整的原则来去走，所以局长也从来不会跟我们说你应该什么会到一个所在，你应该安怎做，从来没有这样跟我们讲。包括事务的长官也没有人这样跟我们讲。所以让我们局里面我们科在做这个调整的时候，在做整编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依照原则，依照我们的辅助的标准，确实的去做好。我们没有上面给我们的压力，所以我们来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压力来自于我想要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压力，而不是来自于长官的压力。哇！所以这就是我想是跟公所这边的团队跟事务的团队，我们一起努力下来的一个结果。对，是哇。没错啦吼，因为你要执行一项新的政策，而且我们是率五都之先这样来执行吼，真正无简单。你一项政策要实施的时阵，你像敢里长会感觉唔甘嘛？我一个你安尼经营甲好好吼，我嘛想要搁连任搁来选，搁来为大家服务。但是安尼去用猜测了后，我就感觉讲我够无彩的，唔甘。所以加减有一寡声音，但是呢，相信透过吼咱市政府啊个科长啦吼区长安尼，跟理性的沟通之后，应该就是说，他们感觉会比较能够接受，对不对？区长呢，你们？听到的声音呢？来，一个里长，因为一个里长做7届、8届、9届、10届，对这个里拢有一个感情，对啊，好的感情的。所以讲，因把这个里服务当做因的职业呢，当然，但是拢服务你的这个职业，当然这是我相当的配合所在啦，吼。但是咱另外讲来讲，一个城市内面要整体规划来讲，当然绝对有。我们是已经承受到压力，对。可是我一直跟我们的团队，包括市府的长官，一直跟他们报告说，我们要秉持一个公平的原则。什么叫公平原则？就是有一个基准的原则。对。我们这个基本原则不能够破，我们如果一个会破，我们这缺口出来，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去贯彻到一个实施的定点。所以说所以当然有些里长当然是希望
保留，希望不要变那么大。那个都是无可厚非的啦，无可厚非。可是把持大原则之下，我们在划分的过程中，不要有选举的考量，不要有利的考量，这是非常划分原则。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好了。举例来讲，我们这个是原来的西区，是西门路以东的西区，它整个里这完全没有一个规范，就是整个道路完全没有一个规范。它一条宝湾路，一条西门路，旁边都有什么里？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我觉得里长来讲，就是从永华路一直到宝湾路，就是一个里，非常的清楚，西门路公司非常的清楚。然后这宝湾路一直到中正路就是2个里半把它结成一个里，好，就是整个东西走向。东西走向，譬如说现在的中正路跟安海里，这整个中西走向，是说我们把原来的旧社区的里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性，我们就以主要的，譬如说永华路、保安路、中正路、那个民生路跟那民权路，是以主要的道路为主。然后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里。我相信这个的话，对地方的发展、长久发展，绝对是有帮助的。绝对有帮助的。然后像原来的中区这边的话，因为每个地形都不一样，原来这边是西门路，西门路以东，西门以东，它原来里这我们都是南北走向，对，南北走向。比如说你今天这个府前路过来切过来，小溪跟仙草。仙草它本身是不用整边的里，它过。可是我们并不是说它仙草里它不用整边，我们就把仙草里这个南轨，我们是整个这府前路呀，小溪叫仙草，进水叫大兰，郡王叫五围，非常清楚，它是南北走向，是南北走向。当然啦，大概是最有建立上建言比较多的。大概是福安、建国跟永福这一个区块建立比较多，因为它这个区块是3里变成1里，3里变成1里，等于说为什么爱3里变成1里？好，我譬如讲记者来讲，我们除了考量结构之外，我们要考量到整个面积的完整性。比如说福安伊交建国，因2个夹起来，伊两夹起来，那个面积是要未合并的那永福。合并永福的。所以说湾仔除了这个，为什么会3里合并成1里？最主要的是这个面积的考量，然后整个区域的那个完整性。所以说我们大概是有一些，当然里长啊、地方上人士，当然一起基于对里的感情，所以我们都诉之以切，动之以理。说咱今仔日这个城市，咱要发展。咱这个里里面要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划，很清楚的理制。我相信这10当、20当以后，咱就是永远对我们地方上发展是绝对有注意的。对，好，谢谢区长大家拢辛苦。咱知影讲进前北区一开始时阵，有里长发起这个抗议嘛，后边是安怎解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北区的里长本身嘛真理性啊，为着城市的发展，伊是支持咱做一个里邻的这个整编的动作。但是因的诉求是讲，是毋是会使等后一届？拄则有甲大家咱观众朋友报告过，咱北区调整前交调整后，大家会使看卖吼。咱调整前，咱的理解是非常无清楚，伊的服务的量。咱人口数上介济，相差19倍，面积相差21倍。那你即摆若无搁再做一个调整，就算里长伊虽然是欢喜做工员收，但是毕竟一个人的能力嘛是有限。所以讲咱若无管来做一个调整，其实未来会影响到咱这个都市发展，尤其伫北区来讲，未来真济咱新兴的发展区一直拢伫建设当中。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咱嘛有咱的迄个民意代表甲咱提出来讲，咱拢沟通，沟通拢无效，为啥拢无改变？那我想我拄则有甲大家报讲，阮来参加，阮来迄个推动的沟通的次数，只要人提出，阮就会去面对这沟通。当然尾仔阮规划了安尼，有里长嘛是针对伊个人的期待佫提出来。那么，阮会将伊的个人的期待，交伊受到影响的其他的里长来做一个参与，来做一个探讨。尾仔多数的里长嘛是赞成着
公所来规划即个区域。啊，所以尾啊，为啥无改变？就是因为你若一变落去，遮规个有可能就无法度像咱期待的，咱原本的迄个结果要会较完整的，咱原本的服务的能量要互伊大家较平凡的，就无法度达到即个目的。啊，所以尾啊有略小调整，但是无做全面性的一个调整，遮。好，谢谢区长哈。哇，所以伫个这个过程当中吼，推动啦吼啊，不要紧，有咱局长给你做你们的后盾啦吼。但是局长要请教你一下，因为基本咱议会定期会伫咧开议嘛，啊有议员吼一提案说要来修正这个台南市的里邻的编组跟调整办法，啊，公告有一堆议员咧甲联署啊，啊，敢有法度修成功？你看咧？多好因议会提出这个要把我们原来的里邻调整的办法。修成自治条例，对。那从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得出，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都是对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它是照我们的原来的办法，只是改成自治条例。里面的标准就是说，是里的标准也是都按照我们的标准，对对对，邻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它只是把办法改成自治。那差别在哪里？办法是我们行政权，自治条例就是里面定完之后要求我们要送议会。议会对要审。那大家想这个里邻的调整，其实如果不是用超然的这个态度去面对，用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那我们37位区长其实都是我们事务官，都是官派的，那我们的科长同仁也都是。那其实我们在做咱去做这项工作的时阵，其实是完全用这个标准甲原则来做，无任何来自各方的压力的情形下来做，咱若想一议会这段时间安尼落来，未来咱要做要安怎有法度照这种超然客观的标准来做处理，除非咱拢无要叮当，除非咱共款理甲邻拢完全咱若要做认为讲这个城市有必要爱去做调整，可以符合未来社会需求。我想阮即摆所做的任何一个方案，拢毋是为着任何一个个人。我想拄则认为区长拄好，因是顶档上大的两个区啦，大家也听因两个安尼说明，其实因看是看全规区啦，因毋是去为着每一个里。但是我想咱拢肯定所有里长甲邻长是长期来为这个城市因来付出。但是咱爱面对讲这个城市未来发展，所以我一定爱来做。做，我想无法度，当然里长嘛提出因的声音、因的诉求，但是里长是徛伫伊的角度来去做一个思考，因为伊是算要安怎计算伊上好的情形啦。但是咱两位区长所做，针对这两区的规划，咱看会出来，其实因是考虑规个区未来发展的需求。共款的情形是，其他的35区拢是共款。我拄则有讲，咱这4个标准，其实阮一开始做的时阵，民政局的这个区里行政科就把我们752个里，全部都检视过，是哪一个里属于第一个标准，哪一个里属于第2个标准，第3个标准，第4个标准，阮全部拢做啊1000里册，交予区公所，区公所个检视一次。才看过说，这752个里，哪一个里是符合第1类、第2类、第3类、第4类？安尼因较针对安尼开始去进行，佮照咱拄则讲的，这标准甲原则来去进行所以咱会看到中西区甲北区2个区，其实做出一个较完整。咱看因前后未调整前甲调整后，咱就看会出这个里界的差别，事实上是很大的啦所以而且咱看得出，用因两个提出来都来看，其实调整完的迄个理界的结果就会变得非常的完整。那在这个大的这个结果范围内，其实对未来里长在服务、里长的规划，我想这个才是真正这个城市需要的未来啦。对，好，所以这个咱的里邻整编呢是势在必行的咱这波最好的，请咱各位简短的做个结论来，我们从那个北区区长开始。那这个城市的发展。必然这是爱做一个工作，嘛毋茫讲，咱所有的市民嘛会使共同来检视着咱调整了的一个成果。那希望讲咱这个调整会当来顺利来进行。好，来陈局长。咱这个
中西区内面是一个中西区，是台南市的一个旧部落啦，我们是做希望讲，一旦透过这一次的里邻的那调整，把中西区所有的里的界限做一个完整的规划，相信我们对于以后的里长，他在服务方面或者是一个城市的那发展是绝对有帮助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当时啊，管理长伊是服务的热忱、服务的时间的时候，有一个感情伫的，他会受到一些冲击。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共体时间，为了大局来做一个当作着想，大家来共同把这个理念调整，整个把它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好，谢谢。来，陈科长，是我想理念调整这种公共服务本来就是要与时俱进啦我嘛伫遮感谢讲咱里长甲邻长对阮这个政策，其实真侪人是拢非常的支持。我嘛感谢讲咱公所甲咱的工作小组同仁甲阮旧邻的同仁大家伫这段时间真正非常的辛苦，也感谢大家，因为每一个里、每一个邻，752个里，14730个邻，我们是一个里、一个邻、一个一个的检视，所以我们确实是秉着很公平公正的原则，务实的来做这一次的里邻调整，也是为了我们大台南未来的发展会更好。我们是抱持这样子的心情来做，也希望大家来同意我们这样的政策，来支持我们这样的政策。谢谢。好，最后请陈局长。是咱这个城市合并升格了，其实咱各种拢是进步啦。所以咱理念的调整其实已经蛮适当，咱已经到不得不做的这个阶段所以真正足希望咱市民政府透过今仔日会当详细来了解，支持咱这个政策，来完成咱这个城市的一个大改变，互咱城市因地制宜、长治久安，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好，咱台南市要来进行这个里邻整编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工课啦咱市府同仁区公所同仁，佮有所有工作同仁拢非常认真伫咧来做如果咱的市民朋友呢，对着这个部分，你还佮有无啥了解所在，相信咱的区长还佮有咱的民政局这方面拢非常愿意为你来服务。好，咱今仔日市民时间节目伫遮告一段落，咱再次感谢现场4位贵宾，感谢你，也感谢咱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时间节目，咱再会。